喺東華三院支持之下呢，相信本會能夠進一步推動大灣區羽毛球運動嘅熱潮，同時呢，透過舉辦親子活動，使到大家享有嘅親子時光，促進香港社區凝聚力同埋家庭和諧。今日我將會代表東華三院同中國香港羽毛球總會簽署合作協議，促進我哋雙方日後以更加豐富嘅形式去舉辦活動。而本港嘅青少年推廣羽毛球體育運動呢，藉此係鼓勵佢哋去鍛鍊毅力同埋意志，以至到可以未來更加健康、更加快樂咁成長。嚟到呢度咧，都令我諗翻起好多以前同爹哋一啲嘅回憶啦。因為親子落分呢個比賽咧，其實我曾經都有參加過一兩次嘅。當我需要想同佢哋傾偈嘅時候，佢就會俾到啲好有用嘅意見我咯，所以又唔會俾太大壓力我。我好多謝我屋企人。其實最開心咧就係全家人都可以玩啦，因為我哋唔止三人行啦，仲有母子啊、父子、兄弟組都有玩嘅。我哋都係第一次參加比賽嘅，我哋成家人，我都好開心。